新闻头先来关心，昨暗头啊5:47，伫咧台东的卑南是发生规模6.1的极浅层地震，这深度敢若11公里尔，上大震度达到5弱。气象署有发布国家级的警报，伫全台湾嘛拢有感觉到地震。因那这台东体中是传出讲天崩放落来，壁壁船水管嘛裂开的灾情。另外包含着台铁，抑个有高雄的捷运嘛拢有暂时停驶。 监视器的画面动动海，民众甲店员赶紧走出去外口，架下顶头的物件落规涂骹。地区冰心震央就伫咧台东县卑南乡，这个规模6.1的地震，深度敢若11.9公里，是真浅层的地震。这个地震它的发生的原因主要是欧亚大陆板块跟菲律宾海板块在台湾东部做一个碰撞。那 欧亚大陆板块跟菲律宾海板块碰撞，在东部这边，其实70%的地震都发生在这一边。四界拢摇来海去，互台东市区真侪店头、架仔顶头物件拢落落来，玻璃脆糊糊、有滴水的物件嘛，压甲规涂骹。真侪当咧食暗顿的民众赶紧走出来，弟弟讲真正摇了真大。差一个哦，他们抱着小孩丢的过来，要走嘛袂赴，啊那个警报已经摇完了，警报才来。 这个地震全台湾拢有感觉，卑南乡上大的震度来到5弱。我近震央的台东体中灾情更较惨重，校舍真侪建筑拢出现严重的损害，毋但结检管结构受损，学生餐厅天棚也规个崩落来，走廊的水管壁气变做水墙，壁倒也规个摇甲闭起，校园内底乱糟糟。我们现在都在外面避难，避难都不敢进去到那个建筑物里面这样子。对，因为怕有余震啊。 地震也互台东家角的围墙必顺去，部分土石落落来，引起附近居民烦恼，敢有收容人走去。家角第一时间全面巡查，紧急声明表示所有的人员拢平安，并无收容人走去也是受伤，请家属甲社会大众安心。目前本站南下北上列车皆无法开行。 交通运输也受到地震的冲击，台铁台东变电站跳电器，关山到金轮停驶，用公路咧接送，第二到暗时8点外才恢复通车。高雄捷运甲轻铁也停驶5分钟去巡逻。气象署提醒，未来3礼拜以来要注意，可能有发生规模5以上的地震尾。记者综合报道。